我们的。他说：“那个荣华终是三金梦，荣华终是三金梦。”各位，荣耀，你的荣耀很荣耀、很光荣、很有地位。花就华丽呀、穿着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哈，你看起来就是荣华富贵是连起来，富贵荣华，荣华富贵。各位，你看荣华终是三金梦，最后总是像做梦一场一样，啊，做梦一场，很快就醒过来了。这原来都是假象，原来是假的，它就是一个三金梦一样。各位，这个你看荣耀啊，你的华丽的。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外在的、不实的东西，就像三金梦一样，就做了一场梦一样。富贵还同九叶霜啊！富贵，你很有财富，很有钱啊，你很贵气，非常的贵气，就如同啊，还同，好像如同九叶霜，就那个9月下的霜，霜怎么样？薄薄的。单薄的一层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结成冰呢，还没有冰，只是霜。太阳一出来，马上就消失了，就不见了。各位就不见了，是非常的无力，没有无力，它是没有办法抵抗的。所以它因为太单薄了，就像那9月下的霜一样，就薄薄的一层，经不起考验的。所以富贵呢，就如同9月霜啊，很脆弱，非常的脆弱。啊，很单薄，很单薄。生死病老谁替得？就生老病死了，就生老病死，生死病老。你出生这个人出生有没有苦？你出来的时候一降投胎在这个人世间，你没有哭啊，哭后，那你爸爸妈妈就打你，让你哭。护士小姐把你抓起来倒过来打你，就哭。为什么要哭？因为你气才能通嘛。你如果不哭出来，那个气通不了，你就活不了，你就没有办法活下来哦，就活不下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哭？就知道我们呢，在很多经典里面记载，我们那时候妈妈怀孕，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吃了一等冰的东西就寒冰地狱，吃了那个很热的东西吃下去，就好像在热火地狱一样。所以我们每天就在痛苦、很痛苦的里面，结果把我们前世所修行的很多那些才能啊，很多的本事啊，因为那个痛苦全部忘记了，把我们前世所学的这个能耐、那个本事全部都忘记，所以我们出生了以后很苦啊，很苦，我们重新再学，这一辈子从头开始学。你说我们人本来就不断的在转世，不断的转世，那你这个灵魂的种子应该都有存在啊，把过去所有的你所学习的能力，那个能力应该都要带过来才对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一出来什么都不懂，看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，也不了解啊，好像懵懵懂懂的呢，糊里糊涂的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新学呢？因为那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很苦。非常的受苦受难，所以一切的记忆全部都丢光了，都丧失掉了，都丧失了。所以我们就来那个生就是苦了，死那更不要讲了啊！四大分离的时候，那个像那个活龟脱壳，知道吗？万箭穿心，死的时候就如同这种模样。佛在形容告诉我们，病那没有人代替啊，病啊，生病啊，折磨啊，各位呼天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你自己承担，很痛苦。老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牙齿也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弯腰驼背的，什么都跟不上，老也很痛苦，生也苦，死也苦，病也苦，老也苦，谁替的？谁能代替啊？谁能代替？没有一个人能跟你更换呢。哦，你所爱的人，说你最疼爱的孩子啊，
谁能够代替你？没办法，自己因果要自己担呐，自己的罪业自己承受。所以各位，生老病死谁替得呢？酸甜苦辣自承担。以后你的果报啦，这酸到底是酸的，到底是甜的，到底是苦的，到底是辣的？你这辈子所作所为，以后面对这个因果，自己要去承担。你种的善因一定有善报，也都是自己要去承受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，这一章寒山大师告诉我们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太有道理了，各位，太有道理了。我们很感谢寒山大师，好不好？这一句话值得我们警惕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阿弥陀佛。